南投埔里一只无牌货车拒绝警方临检逃走，路警察车滚落界，警方把驾驶拖落来压制，验出驾驶有窃盗。苗栗白沙屯马祖这2天去屏东甲高雄战警，全台湾真侪乡镇卡到地排队软桥卡祈求马祖保庇。世界室内有大数锦标赛，女子500公斤级，咱台湾成功4连霸；男子600公斤级也完成2连霸。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4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苏美。新闻头起先来看南投埔里，今仔日是有一只无牌的货车拒绝警方临检，吹油门逃走，让警察车滚落界，也去弄到其他过路的车。一路是对国道6号冲到平面的道路，搁冲上国道3号。路尾是一个国道3号台中雾峰路段，弄到警察车了后失去控制，警方把这个驾驶拖落车压制。目前是验出驾驶毒品阳性，敢有其他案件在身，也搁来调查。头前的蓝色货车一直加速往头前冲，警车伫伫后壁，也毋过货车完全无要停落来，一路黑白浪，也几啊摆要冲撞警车。警方表示，14早起大约11点接到报案，一台蓝色货车无挂车牌，警方出动拦查，也毋过货车无愿意停车受检，直接加速逃走，为南投埔里爱兰交流道驶上国道6号。警方一开始伫国道设置拦截点，也毋过互货车冲浪，警方一路带到草屯，也毋过货车搁冲浪第2个警方拦截点。警车一直掠货车，搁掠到国道3号台中雾峰路段，直接超车砸落来。后面停车！也毋过货车搁一摆冲浪警车，也毋过一摆伊家己也失控，警员随伊压枪落车包围货车，搁顺利将货车驾驶细正嫌犯拖落车，压制伫涂骹。初步实施唾液快筛的结果，那毒品安非他命也呈现阳性的反应，涉嫌疑似毒驾。那谢贤拒绝拦查并冲撞警车，也严重妨害公务，并涉及危险驾驶。那后续将依公共危险以及妨碍公务等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细正嫌犯落网了后讲，因为无驾照也无挂车牌，才会拒绝拦查。也毋过除了毒驾之外，警方也会调查细正嫌犯敢是也涉及其他刑案。记者综合报道。应屏东李港玉贤宫、甲高雄旗山马祖文化季的战警邀请。苗栗的白沙屯马祖这2天是一个南部，请全台湾真侪乡镇卡到地，是排队免软桥卡祈求马祖保庇。天生的民众排队排真长软桥卡祈求保庇，先叫看到身体障碍者拢真大心夜悬，互所有人拢完成心愿。被称作本人超跑的白沙屯马祖，就是因屏东李港玉贤宫的战警邀请，规工拢伫李港，第一路4个拢是人。要当地长照中心发现马祖神桥主驾，实在无想到伊个真欢喜，有时发一个压轿金予在场的民众。没有想过呢，对啊，所以他今天出驾害我吓一大跳。刚刚有发生什么事吗？没有嘞，他就突然的停就在这里了。很难得的是白沙屯妈祖也来到离港，然后明天又在旗山，真的他对我们高雄真的是很爱戴。白沙屯马祖这礼拜6到高屏战警，头一天庆祝屏东李港玉贤宫入会安置活动，礼拜是要到高雄旗山，吸引全国各地民众来参拜，也一度发生这个突发的小事件。关府的工作人员甲警方一直宣导爱民众往2边提去，原来是附近发生这个火灾，有消防车要过，然后民众是拿着马祖行，拿扣粪扫来维护环境。会有这个想法，很多人在捡，不只有我一个，人都已经跟着妈祖走了，所以不差这个小动作。这对台中内民众身躯挂粪扫卖乱现的提醒标语，沿路人看粪扫都捡起来，希望人真多民俗活动也会使减少垃圾、降低对环境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咱非洲的邦交国史瓦蒂尼邀请总统赖清德4月去访问，外交部当日安排变故。总统会亲自跟史瓦蒂尼国王说生日快乐吗？
咱国伫非洲唯一友邦斯瓦蒂尼，特别迎来国王恩斯瓦蒂3世的58岁生日，甲加冕40周年庆典。咱国外交部证实，已经受到苏国政府的邀请，总统赖清德就任了澳洲，伫2024年11月出访太平洋友邦马绍尔、图瓦卢甲帛琉，期间过境美国夏威夷关岛。这摆敢是亲自出访中国友邦，真受关注。非常谢谢邀请。那因为这个既定的程序当中，外交部会做充分的评估，那有结果的话，也会再向总统进行报告。咱国家斯瓦蒂尼王国自1968年9月7日建国以来，邦期超过50年无当过现任国王。恩斯瓦蒂3世毋若几啊摆访问台湾，咱国接任国家元首李登辉等做秘马永久到蔡英文，任内也拢亲自出访过。去年中国企业团出开大约42亿代票，处理当地兴建水坝工程合约，想要透过经济影响，渐渐渗透斯瓦蒂尼政治。那个水坝的计划，那个是国际的哈，那个是包括国际银行等等啊，所资助的一个计划啊，并不会影响我们的邦谊。我常说，他们的生日啊，就是我们两国的结婚纪念日啊。中国想要图谋这个使国的那个外交啊，是我在做大使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当年我去使国上任的时候呢，全非洲大概有7、8个国家跟我们有邦交，到现在只剩下使国，主要是国王对我们台湾的那个认同度了。总统出访一旦成事，期间敢是可能过境澳洲，将大赛着任正规。虽然不是做被告，也毋过斯瓦蒂尼位于南非洲，以往来恐惊也是会以迪杯为主。记者综合报道。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可能会伫咧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了后，宣布有史以来上届大笔的台湾军售案，卖咱140亿美金的武器。这当中可能是包含爱国者3型飞弹、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在内。有学者就分析讲，这对赖总统要打造台湾之盾是真重要的一步。中共迄日了台国防部14公布查到3架强机，共谈5架实标台海。面对中共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美国协助台湾强化防卫能力。外国媒体路透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可能在传习会结束了后，宣布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会创美国历年上大规模的对台军售案。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台美的关系呢，也符合两国之间的国家利益。那中国是被定义为威胁者，这个基本架构不会改变。这大型军售案导弹川普动机引起中共不满，路透指出，美国可能卖爱国者3型飞弹甲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 NASAMS， 协助台湾强化拿查中共飞弹提悬空能力。学者分析，这对总统赖清德要打造台湾之盾，这是正关键的一步。我们要打造台湾之盾，我们要运用人工智慧，建立一个及时的攻防体系。另外，顺势在推动国防自主产业。我们有美国的这套系统之后，要如何去跟台湾的系统进行一些借接跟系统上面的整合？台美文深化军事合作市场交流也是稳健发展。高雄市长陈其迈、台中市长罗秀燕连续访问美国，陈其迈拜会亚利桑那州政府甲日本行本馆，签署3方合作备忘录，用定台美籍确定半导体战略3角，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安全甲民主阵营韧性。But also very important for our country. 罗秀燕访问美国第一站是甲曼彻斯特市长见面，公告37年加买市政期，双方针对技术正义、基有议题、犯罪防治做亲密交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来看，美国轰炸伊朗已经满2礼拜。这阵美军上新的目标是伊朗伫咧西南外海石油输出的重要据点哈尔克岛。不过，伊朗的态度犹原是无落软。这款高强度的轰炸，这阵算是风声讲，美军的战步巡弋飞弹已经用不了啊。美国国防部是按算要提出追加500亿美金的预算。美军上新锁定的目标哈尔克岛位于伊朗西南外海的波斯湾海域。
为卫星相片，咱看到岛的南半部部分真大的队油槽，相片这边是邮轮登客码头，是伊朗输出石油重要据点。外电报道指出，美军先空袭岛上的军事基地，搁枪声只要搁有其他国家的邮轮遭到伊朗攻击，美军后一个目标就是哈尔克岛的石油设施。伊朗也枪声会对波斯湾的美国石油目标展开报复。نیروهای مسلح توانمند ما مقتدر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حداقل برای یک جنگ تمام عیار 6 ماهه پر شدت با همین ریتم فعلی分析师对此表示，未来油价继续起是无法度避免。另外，包括美国副总统范斯丁高赞也讲，拄啊就任的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已经伫空袭中受伤，也毋过也无互伊朗方面否认，也是证实。同时间，驻地美军的陆战队甲两侧攻击母舰也接到命令，准备去中东。主要任务是保护伫当地美军外交人员甲侨民。另外，进前表示对伊朗战争已经美化完成。美国总统川普搁一摆解喙。How long now do you think the war is likely to last? I can't tell you that. I mean, I have my own idea, but what good does it do? It'll be as long as it's necessary. They've been decimated. Their country's in bad shape. The whole thing is collapsing. 川普讲，美军有用不完的弹药，会当一日拍败伊朗。也毋过《金融时报》引用美军内部消息指出，因为过去10年战报巡弋飞弹的采购量减少，库存伫这波伊朗战事已经大量消耗了。加上生产成本提悬，甲毋知什么时阵会结束的空袭，五角大楼已经准备向国会提出金额达到500亿美金的对价预算，预料将会引起国会热烈讨论。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镜头转转去美洲，长期受到美国制裁的古巴，即阵因的政府是表示讲，已经甲美国展开初步的对话，望是会当化解因古巴严重的能源危机。古巴总统迪亚兹卡奈13日甲政府官员的会议中，讲到已经甲美国展开会谈，也毋过这个会谈仍然伫初期的阶段，应达到什么款的结果也真歹确定。Con representantes del gobierno de los Estados Unidos. Estas conversaciones han estado orientadas a buscar soluciones por la vía del diálogo a las diferencias bilaterales que tenemos entre las dos naciones.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指出，古巴官员由迪亚兹卡奈亲身来带领，也来比方代表是以古巴移民第2代出身的国务卿卢比欧为首。两国对卡斯楚1959年领导共产革命以来，关系就一直真紧张。古巴也面对美国超过60年的禁运，也有制裁。也伫美国总统川普第2摆入主白宫了后，更加对古巴加强封锁，特别是禁止其他国家对古巴输出石油。加上进前经济制裁造成电力设施真具损害，古巴民众时电力停电，所以讲，当古巴甲美国展开对谈消息传来了后，民众心中开始出现一点仔希望咯。Por eso queremos que llegue a un consenso, que si hay conversaciones que sean buenas, que logren algo bueno en esas conversaciones. Bueno, hermano, que si a raíz de todo eso se van a llevar acuerdos y situaciones que van a mejorar nuestra situación, mejor, porque la situación está bastante difícil. 另外，伫甲美国展开对话同时，古巴也释放51个犯人，这是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进前会见告总量14世所得到的结论，加速古巴对国际表达善意的方式。也古巴政府并无说明讲，这51个人是毋是包含所谓的政治犯，敢若讲考虑受刑人服刑时间已经达到标准，当时因的各种表现真好，有时才得到释放。公司新闻，齐家林编译。花莲玉里安通温泉野溪浸卡地是无开发许可、无水权，也说是有民众非法占用。公所是决定4月开始断电。天气冷，机浸伫安通温泉野溪的户外浸卡地，真正是一大享受。也毋过，即马乡公所因为考虑水权一直申请未过，佮加上有民众非法占用，所以会伫4月初1起关起来，互爱浸温泉的民众怨叹可笑。大家都很反对啦，大自然的东西毁掉真的很可惜啦，因为等于说，像他们这里在地的原住民，他们每天都来泡啊，对身体好啊。这又没有什么危害、什么危险性，我觉得很可惜呀。公所表示，1991年设置的3座
金卡伫属于高滩地，因为有一半伫响水库内。伫2005年温泉发上路了后，开发许可甲水权就一直申请不过，为着避免行行政处分，才会决定4月初1起断电。高评估屯平也是拆除设施的可行性。第一个，因为这个池子现在不但是违法的供电；第二个，池子是违法的建筑；第三个，违反了温泉法水量管制以及合法抽取的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占据这边长期使用的这些民众，却把人家民众来，把人家赶，然后谩骂，产生了很多外地游客投诉到县政府。店长强调，三座经济的金家地屯平了后，未来会伫合法的河川流域设置新的温泉池，利用本泉带动温泉进入地内，避免因为有使用电力莫大，所受温泉法规限制，也提醒占用民众，规则文书乱打广告等行为拢是违法，公诉绝对会依法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的台语团体办活动，用台语导览，去这北门老街，也互大家亲像做讲员，认捌在地文化甲特色。这菜就是咱食的好名。啊，所以食大的人来愈来愈多了，就变做啥？为什么叫做新店？其实就是啥？新的特产。老师向大家解说是安怎这个地名号做新店，佮透过生动活泼的方式，让大家伫过程中趣味学历史。新店母语囡仔区举办台语体验活动，除了带大家来到北门老街，熟悉在地文化，也让大家体验亲手做讲员。今日学到真侪特产的历史故事。听甲真趣味安尼。这活动足趣味，就是讲较熟悉新店，因为我嘛是对南部起来嘛，唔知影新店较早的文化是啥物。主办单位指出，社团内的囡仔大部分拢是伫新店出世大汉的，希望透过体验活动，让大家更加认捌家己的家乡。囡仔拢是伫新店大汉。想要互因知影新店的故事，囡仔佫较细汉，为食的开始，我感觉上适合。为什么新店的贡丸伫台湾遮尔好食，遮尔出名，而且就是当迄北门街遮，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最有历史意义的所在。主办单位希望透过台湾的台语体验活动，让语言建立日常生活，也让大家伫居乐中自然开嘴讲台语，认捌台语的智慧甲奥妙。记者杜君和新店报道。来看新技术，过去因为成本甲口感，这人造肉贵三，阁有人嫌歹食。即阵英国有研究团队是利用秘鲁吉料无爱滴的酵母，或者人造肉的纤味阁较像真正的肉。做伙来看。人造牛肉片伫个话仔顶煎甲油滋，看到足好食的。若佮加一寡青的菜色，就是真好食的料理。伫全球地缘甲粮食供应链一直变化之下，实验室的肉类未来会是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角。毋过口感甲成本，即几档煞大影响人造肉的发展。So this is spent yeast that the guys at Big Smoke have been kind enough to provide us. 英国科学家即马可能找到解决的方法。伦敦大学学院研究团队利用做秘鲁村的酵母，会当合成纤维素的木质醋酸菌，帮助伊分泌出高品质的细菌纤维素。安尼做出来人造肉，甲天然的肉片无啥真差。了后，再搁进一步生成纤维素的骨架，未来会当互人造肉的细胞吊伫顶头继续生炭，甲精实。To make meat that tastes good, we need muscle cells, we need fat cells, we need connective tissue. So it's trying to get all those different cells to grow and proliferate on our cellulose, and then hopefully we can produce something meaty. 这个对酒杯到食饭桌顶的创新研发，由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生哈里森发表伫个营养学前线的期刊。伊表示，其实细菌会当伫个无共的物质上培养，那用原本就要废掉的秘鲁酵母，就更较有意义啊。I mean, it's very modern. It's very forward-thinking, isn't it? It's it's kind of solving, is going to help solve problems with, that we haven't got the land for the cattle.
甲这培养出来的铅笔素薄片一层一层塌起来，做出立体的结果，也是甲因培养成无共款的形体，甚至到喙，就当做出亲像假肉、汉堡夹也是完全安尼的产品。不过目前纤维素骨架的研究还搁伫个概念实验阶段，也无法度大量生产。Lab-grown meat is the idea that we can make meat synthetically without involving any animals. So you might be aware that there's many problems with animal farming at the moment, both from an environmental and an ethical perspective. 无需要牧场嘛，无摆摊，像安尼利用有机废弃物伫个实验室做出肉类，未来可能嘛是地缘政治甲气候变迁之下粮食安全的解决方法。毋过要真做稳定的粮食供应来源，未来还佫有真侪路爱行。记者洪如梅编译。2026世界室内有大数锦标赛连续4天伫咧台北小巨蛋进行。咱台湾伫咧前2空的公开组比赛，已经摕到8金7银6铜的好成绩。今仔日进入锦标赛，女子500公斤级完成4连霸，男子600公斤级2连霸。也那男子的680公斤级是头一届摕到金牌，展现咱台湾有大数18的实力。看起来一直是输势，毋过一棒领就甲苏亚队、拉脱维亚队遐诱怪。2026世界室内有大数锦标赛男子680公斤级冠军赛，咱代表队以来日前摕下第一回合，第水队是看甲真欢喜。第2回合无养受久，2比0摕下台湾第室内有大数锦标赛头一面的金牌，队员真欢喜，互相来拍掌心。队员隔岸天光，平常时有家己的工作，只好踅时间来练。不过伫台湾比赛进行调整甲适应，比起国外好真多。身体的体感啊，还有包括食物的适应啊，天气的环境，天气我们都适应得很好，所以这次大家状况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相关以社会人士为主的男子600公斤级代表队，早前也拍败荷兰，成功来卫冕王座。团队的默契跟力量是跟着年龄成正比上去的。52岁陈顺良是阵中上一会队员，比赛完了后就去看U23混合560公斤级决赛，因为伊担任这个教练。U23橄榄3队参加，不过拍败乌克兰也无简单，夺得金牌，互少年选手学习甲信心。由警卫女中、台师大甲社会人士组成的女子500公斤级代表队，冠军战对上西班牙的巴斯克地区，也是以2比0胜利完成4连霸。从室外走到室内是不一样的技术，对，场地也不一样，技术也不一样，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简单的。跟学姐一起拉就比较有安全感，然后进步也比较快。锦标赛是以国家队为主体，4面的金牌证明台湾有大数强大实力。也那7摆奖牌甲奖杯是台湾的形状，选手甲教练拢讲真好，演互世界各国知影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12度到24度。中部地区12度到25度，南部地区14度到26度，东部地区14度到24度，外岛地区11度到20度。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